有人話要真正認識美國呢個國家嘅靈魂，唔係去紐約睇嗰啲高聳入雲嘅摩天大樓，亦都唔係去西岸感受邁阿密或者加州嘅陽光海灘，而係一定要由波士頓呢座古老嘅城市開始。上一集我哋漫步過哈佛同埋 MIT 嘅學術殿堂，感受過全球最高學府嘅百年沉澱。今集下半 part， 我會帶大家深入全美出境率最高，亦係地價最貴嘅紅磚巷仔，攞住一張100蚊美金去同美國嘅開國先賢打個招呼。當然，今集嘅行程仲有更多嘅驚喜，有本地人排隊排到懷疑人生嘅靈魂大龍蝦，一場由你親手參與嘅倒茶半日歷史體驗，同埋小意大利區入面嗰啲被人驚喜又想吐槽嘅美食探店。今集嘅內容非常之充實，我哋會由美東嘅歷史古城波士頓一路橫跨幾千公里飛返去美西三藩市。準備好未？跟住我嘅鏡頭同埋聲音，今集以後我哋就會為呢趟美國之旅畫上一個完美嘅句號啦。歡迎大家收睇，原來人生如此。我係你哋嘅好朋友 Kenny。喺睇片之前呢，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喺波士頓旅行，地鐵唔單止係一種交通工具，更加係一種觀察呢一座城市新舊交替嘅最佳視角。今朝我哋喺 Charles 呢個站度落車，而呢度呢就充滿呢個英倫復古風。而我哋就嚟一間叫做 Bacon Hill Books and Cafe 嘅網紅餐廳。要入去呢個鋪頭呢，過程就係非常之有呢個儀式感。你需要穿過呢一條非常之特別、非常之窄嘅秘密走廊，兩邊係古老而有歲月感嘅紅磚牆。行入去嘅時候呢，真係一種穿越時光隧道嘅探險感嘅。好特別啊！我哋先坐低睇睇個 menu 先。呢個餐牌嘅價錢呢，確實非常之符合 Bacon Hill 呢個作為波士頓頂級富人區嘅尊貴身段。不過難得嚟到喺咁精緻嘅環境入面，一邊聽住輕音樂，一邊慢條斯理咁食個早餐，飲杯熱咖啡，享受呢一種極具質感嘅慢活節奏。呢張入場券，我覺得係物有所值嘅。生活偶爾就需要呢一種放慢腳步嘅儀式感。大家平時去旅行嘅時候，會唔會為咗一間極具設計感或者歷史價值嘅餐廳，俾多少少嘅環境日價？定係你願意深入街頭巷尾去揾本地人最愛嘅平價小食？喺下面留言區話俾我知你嘅選擇。食飽早餐之後呢，千祈唔好急住走啊，因為最精彩嘅部分其實喺樓上。我哋順住木樓梯慢慢行上去，原來上面幾層藏住一間非常浪漫嘅獨立書店。呢度嘅每一個角落、每一張書台，甚至連洗手間嘅裝修同埋燈光嘅細節，都經過精心設計，簡直好似一件大型嘅空間藝術品，充滿咗濃厚嘅人文氣息。大家如果對閱讀有興趣的話，可以食完嘢之後喺呢度睇下書。基本上呢一度每一個角落影相打卡都好靚，好啱影一啲文青照。咁跟住落嚟幾張相係我家姐幫我影嘅打卡照。大家如果將來有機會嚟到，不妨跟住呢個角度同埋光線影返幾張，質感絕對拉滿。而整個書店最驚喜，令我覺得最得意嘅地方，係你一路行到頂層嘅兒童書區，你抬頭望下，天花板底下居然架設咗一條迷你軌道，一架復古嘅蒸汽小火車喺度勁共咁樣兜圈。嗰一刻你不得不感嘆，呢一間書店嘅主人心入面一定住咗一個對世界充滿童心同埋溫柔嘅老頑童。呢種喺細節入面隱藏嘅浪漫，往往最能夠撫慰人心。唔知有冇我哋好彩呢？我哋嚟到波士頓呢幾日嘅天氣都係好好。由書店出嚟行幾步，
就嚟到全波士頓，甚至可以話全美國出鏡率最高、最常印喺明信片上面嘅一條街 Acorn Street。呢條窄窄嘅斜坡路，完美保留咗19世紀初鋪設嘅鵝卵石路面，兩旁係古老嘅燃氣路燈同埋濃密嘅植物。科普少少歷史，喺19世紀嗰陣，呢度其實係附近大戶人家嘅手工藝人同埋僕人住嘅地方。但係時移世易，今日嘅 Acorn Street 已經搖身一變，成為全波士頓最昂貴嘅豪宅區之一。順帶一提，最好唔好着高踭鞋。家姐幫我影嘅呢幾張相，你哋覺得影得唔得呢？離開咗 Acorn Street 之後，我哋正式踏上咗波士頓最出名嘅歷史步道 Freedom Trail 自由之路。成條自由之路全長大約係4公里，由波士頓公園作為起點，一路串連咗17個同美國獨立戰爭息息相關嘅歷史地標。喺呢度旅行，你完全唔需要睇 Google Map， 只需要低頭跟住地面上呢一條由紅磚鋪成嘅長線一直向前行就得，非常方便。沿途我哋經過咗一啲好古老嘅墓地。咁啱呢，有個導賞員同一班本地學生喺度講解，我哋又聽埋一份。原來呢度安葬咗美國極具代表性嘅開國元勳之一 Benjamin Franklin 嘅家族。富蘭克林唔單止係政治家、科學家，更加係美國嘅精神代表。既然嚟到佢嘅銅像前面，點都要做一樣幾有儀式感嘅嘢。我特登喺個袋度摷咗一張100蚊美金出嚟同佢合照。冇錯。全美金面額最大、最受歡迎嘅呢張紙幣上面印住嘅頭像就係佢老人家富蘭克林先生。今日終於見到你啦，認住我樣啊！保佑小弟同埋點讚、訂閱、關注嘅觀眾們財源滾滾，生意興隆啊！喺度留言財源滾滾，顯化大家發過大財啊！地面嘅紅磚線，但我哋由莊嚴嘅歷史景點無縫行入去最貼地嘅市長生活。路過呢個 Farmer Market， 睇住擺放整齊嘅新鮮蔬果同埋人來人往嘅本地居民，呢種氣氛、呢種感覺，往往先係一座城市最真實、最能夠打動人嘅溫度。你哋嚟到一個城市旅遊，會唔會去到一啲當地居民嘅市場、市集，去感受下當地居民嘅風俗人情同埋日常嘅生活呢？之後我哋繼續向前行，我哋路過咗一棟幾特別嘅建築物，佢樣係三角形。旅行最有趣嘅地方就在於，你唔需要每一步都完全跟住呢個旅遊指南規定去走，喺街頭度隨手拍下一張有光影有味道嘅相，呢一個就係屬於你獨一無二嘅旅行記憶。沿住紅磚線繼續走，佢係似一個 food court 咁樣喎，喂 ，OK。我哋終於嚟到呢個擁有接近200年歷史嘅 Queen's Market， 呢座希臘復古風格嘅長廊建築，如今係波士頓最熱鬧嘅美食天堂，內部幾乎齊集咗所有新英格蘭地區嘅特色小食，簡直係海鮮愛好者嘅聖地。我哋喺人山人海嘅市場入面行咗一圈，最後被呢間叫做 Boston and Maine Fish Company 嘅鋪頭吸引住。睇見攤位上擺滿新鮮肥美嘅海鮮，我同家姐二話不說，決定今餐龍蝦大餐就喺呢度解決。等待龍蝦現蒸上台嘅過程有少少漫長，不過喺夏日嘅波士頓，坐喺熱鬧嘅市場角落，手攞住一杯本地嘅精釀啤酒，邊飲邊睇住來來往往嘅遊客，呢種期待美食登場嘅過程本身就係一種極致嘅享受。真係再睇返都流晒口水。嚟到波士頓唔食龍蝦，簡直係等於冇嚟過一樣。波士頓龍蝦橋先啊，波士頓龍蝦橋。點啊？有啲 butter 喺底度。好海鮮味。
雖然周圍嘅環境有啲逼同埋有啲嘈，甚至會同其他人一齊搭台，但係呢一刻我嘅世界入面只有呢隻美味嘅龍蝦，同埋呢杯冰鎮嘅精釀啤酒。200蚊咗，200蚊。咩你幾隻28個幾，如果唔叫啲超大嘅。旅行帶嚟嘅幸福感有時就係咁簡單、直接同埋純粹。美食永遠係治愈疲癒嘅最好良藥。今晚唔做蝦。喺離開咗 Queen's Market 之後，我哋前往咗波士頓水岸邊嘅 Boston Tea Party Ship and Museum 波士頓茶黨船舶博物館。歷史稍微好少少嘅朋友應該都知道，1773年發生嘅波士頓茶葉事件係引爆美國獨立戰爭嘅核心導火線。當時嘅殖民地居民為咗抗議英國政府過高嘅茶稅，將整整3艘船嘅茶葉全數倒入咗波士頓港口，用行動表達訴求。呢間博物館最正嘅地方係佢完全拋棄咗傳統博物館枯燥嘅展覽方式，採用咗全沉浸式嘅角色扮演 role play。一入去，身穿18世紀古裝嘅女導賞員就會熱情咁發俾每一個人一張歷史真實人物嘅角色卡。I'm from Macau. Very good, my friends. Well, thank you for making those long journeys to help us out here tonight, my friends. It's good to have you with us. Now, I see that we are joined here by the Pitts brothers. I see Samuel and Lendl, two of your merchants here in town. So very good to have you with us. I'm sure all of these tradings have done a number on your, the taxes have done a number on your tradings over the years, I should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my friends. Of Hancock cadets. 我哋嘅 family 係有啲 political 人物，只不過就係個 brother James is a member of the governors. Your brother John is a member. 我哋跟住導賞員去走過甲板船上嘅每一個場景，聽住佢激情澎湃咁樣去演繹當年嘅歷史抗爭。你可以親眼睇到啲小朋友們呢興高采烈咁將呢個茶葉箱抌落大海。當中好多個場景我都唔可以喺呢度一一咁話俾大家知 show 俾大家睇，大家要嚟波士頓親身感受一下先至體驗得到。另外呢，你都不得不佩服佢哋做歷史教育嘅用心，佢哋唔係要你死記硬背歷史日期同埋考點，而係俾你直接活喺呢個歷史現實場景入面，親身去感受下嗰份對自由嘅追求。喺博物館裏面享受完一杯正宗嘅英式紅茶，睇完意大利歷史之後，我哋漫步行入咗波士頓嘅 North End。呢度係波士頓最古老嘅住宅區，亦係當地非常出名嘅小意大利區。叫咩名呢？就叫 North Point。啊 ？North End。一走入呢個街區呢，空氣入面立即飄散住濃郁嘅意式濃縮咖啡香味，同埋呢個燕烤烘焙糕點嘅味道。成條街呢都充滿住濃烈而浪漫嘅異國情調嘅。不過其實我未去過意大利嘅，你哋呢？有冇去過啊？去過不妨留言話俾我知，意大利係咪咁樣㗎？途經 Paul Revere 呢個綠樹成蔭嘅公園呢，會睇到呢一尊非常之威武嘅騎馬銅像。銅像嘅主角呢係美國家傳戶曉嘅民兵英雄保羅利維爾。當年呢，佢就喺呢一度深夜策馬狂奔啊，向同胞發出呢個英軍嚟啦重要警號。
呢一區嘅建築物呢，大多數都保留住濃烈嘅紅磚外牆同埋鐵藝嘅陽台啦。好似 Tyerston Street 呢度呢，隨手一拍都充滿住濃濃嘅歐洲街頭風情啊，令人忍唔住放慢腳步啦，細細咁品味嘅。之後呢，都到咗晚餐嘅時間啊！我哋慕名嚟到網上評價極高啦，聽講就日日都排長龍嘅知名意大利餐廳 Giacomo Ristorante。老實講啦，入去之後呢，服務員嘅態度呢，確實有待改善嘅，甚至能夠隱約感受到一種屬於傳統意大利式嘅傲慢與固執啊！咁成個嘅用餐體驗呢，都唔算太過愉快嘅，其實。而且呢，其實個價錢都唔係平嘅，性價比可以講話係偏低添啊！咁但係當然啦，呢度嘅環境的確係唔錯嘅，靠窗嘅位呢，見到風景亦都唔差添嘅。咁喺呢一度感受下個環境氣氛，我覺得係都可以嘅。咁亦都等咗好耐啦，啲嘢食都終於上台啦。咁賣相大家睇落的確係唔錯嘅。粉啊，意大利粉啊 Giacomo， ，Giacomo 呢個汁都係 Giacomo 汁喎，呢個叫。黐線。咁入口之後呢，其實係有啲普通，咁冇預期覺得咁好食嘅，同我賣相比。咁當然啦，價錢我哋最尾都正如啱啱所講，都一啲都唔平，所以係啦，感受下個氣氛。咁正餐雖然就冇太多嘅驚喜啦，但係好在甜品咧可以補充呢個味蕾嘅空虛啊！家姐帶我嚟到呢一間好出名嘅 Modern Pastry Shop 啊，門口足足排咗10幾分鐘嘅人龍先至到我哋啊，真係先入到去啊，應該咁講。鋪頭入面擺滿咗各式各樣精緻嘅意式傳統甜品啊，特別係經典嘅 cannoli 啊，的確係幾吸引眼球嘅，絕對要嚟試一試啊！隨後我哋去到另一間叫做 Barfresh Bakery 嘅24小時老字號烘焙店啊。呢度主打 homemade 嘅手工製作啦，我覺得係好食啲添嘅。咁所以話啦，旅行入面名氣最大嘅未必最適合自己啦，反而喺呢啲街角唔起眼嘅老鋪呢，往往會帶俾你一啲意想不到嘅驚喜嘅。咁深夜回程嘅途中經過 Carmen Park 啦，我見到路邊有2個幾得意嘅銅像，咁真係忍唔住同佢影下相，搞笑一下。咁今晚係我哋喺波士頓嘅最後一個晚上。Good night。又嚟到波士頓嘅最後一個朝早啦，今日嘅天氣麻麻，有少少落雨。嚟到呢度梗係要食下啲中國嘢，飲餐茶啦，梗係要。美國嘅第一個中餐啊，第一餐。美國嘅第一餐中餐，喜臨門喺波士頓嘅。今日落雨，好鬼大雨㗎嘛。不過最後一日，感受下唔一樣嘅 Boston 喜臨門我哋去揼啊！我哋嘅 Chinese style， 我哋 China Town， perfect。我嚟美國嘅，係啦，我嚟美國嘅第一餐嘅中國菜，竟然喺 Boston， 竟然喺 Boston 度食嘅。你落機嗰第一餐都係。落機第一餐係喎，都係中國菜。OK， 都係食粥嗰個係。砂鍋粥第一餐，呢一餐又係第二餐啦，應該係。呢個喜臨山西特產早茶，有啲熟悉嘅味道呢度，減鹽醬油喜臨。
推車仔嗰啲嘛，澳門都冇啦已經，澳門我都唔知咩地方嚟，天埋眼都識嘅。冇溝通障礙而家就。沒問題。仲有大鐵觀音，雖然鐵觀音就似淡色咁溝，幫5蚊搞係，搞嘢。冇乜人啊嘛，都冇乜人啊。啊？來，過來，妹妹，想要什麼？食住先啦，食下先，驚食唔晒。食下先。喺呢個遠離家鄉嘅地方食點心啊，食嘅其實早已經唔係食物本身嘅味道，更加係一種對家鄉文化嘅眷戀同埋寄託啊！係啊，應該已經熟到嘅，兩成晒。我又落住呢種，特登搭咗大半個鐘頭車，腳行咗雨中行咗10幾分鐘先行過嚟。買8分鐘。等我食食拉麵，佢就埋方咯嘛。早上好，茉莉花茶怎麼樣？不，花茶。中國人嚟嘅。有啦，老鄉。有啲惡習，有啲惡習。啲味道都相近。同家姐喺呢度一邊飲茶，一邊互相吐槽下，傾下各自喺澳門、喺美國各自嘅生活同埋未來。原本匆匆忙忙嘅旅行節奏喺呢一刻彷彿完全咁慢咗落嚟。生活最珍貴、最值得留念嘅，往往就係呢一啲同親愛嘅屋企人聚埋一齊嘅平凡時光。Coffee 啊，呢個叫咩啊？呢個越南咖啡係嘛？Fin Coffee House。OK。自從出嚟做嘢之後呢，我哋好似一早已經習慣咗俾生活同埋工作嘅節奏推住不斷咁往前衝、往前走，每一步都好似行緊一條一早已經被設定好嘅自由之路上面。但係有時候行得太急、衝得太快，我哋反而會忘記咗停低落嚟，好好咁欣賞沿途嘅風景、沿途嘅美好。而旅行嘅真諦，從來都唔係為咗尋找一個比家鄉更加完美嘅避風港，而係在於當你短暫離開呢個熟悉嘅生活圈子，你先至有機會俾自己一個寧靜嘅空間，帶住一雙重新被喚醒嘅眼睛，重新返去面對原本平凡甚至帶點枯燥嘅日常生活。你依家嘅生活又行到邊一個章節呢？有冇邊一個瞬間俾你覺得人生如此就夠？喺評論區同我分享下。在這細小的城市，隨字拼貼着第一擦肩而過的瞬間，我聽見心跳頻率。這世界太大，我花光一輩子的運氣，換來這星際裡遇見你，然後再與我在銀河裡，可以在這裡再遇見你嗎？下一次可以在這裡再擁抱你嗎？下
茶記啊！返到去三藩市嘅第二日，家姐帶我去呢一間叫做茶記嘅港式茶餐廳啊！哇！好正㗎，咁咪20幾蚊啊？廿幾蚊啊！哇，200蚊啊等於。係啊，但係足料嘅美國嘅最後一個早餐啊！嚟食呢個港式茶記牛腩米。食完早餐就飲埋喺呢個行程最後一次嘅 Philz Coffee。美國都竟然有維他鴨士香檸檬茶。飛返去澳門之前嘅最後一餐中式晚餐啊！可以越來越低咁嘅係嘛？好似啊！喺前往機場嘅途中呢，我家姐就喺度講，平時喺呢一度呢，真係好少見到咁大咁靚嘅月亮。其實外國嘅月亮從來都冇特別大，真正變大嘅其實係我哋喺旅途入面睇住月亮嗰陣，嗰一顆終於放慢腳步，願意敞開心扉去感受世界嘅心。嚟到機場啦，而飛機好快就準備起飛啦，飛返去我哋熟悉嘅城市度生活。只要我哋嘅心入面依然保持住睇月亮嘅心境，人生嘅每一步就都係風景。我哋下一個城市再見。再次相